講起巴菲特，相信好多朋友都唔會陌生啦。股神啊嘛，佢嘅投資智慧真係影響咗全球無數嘅投資者。但係我哋好多時只係聽到佢買邊隻股票賺大錢，或者佢講過嘅金句。但係佢背後嘅邏輯係點樣運作嘅呢？佢做每一個重要決定之前，思考邏輯係點樣嘅呢？呢本書就係嘗試幫我哋拆解呢個謎團嘅。如果你都想學下點樣做一個更加精明嘅投資者，或者純粹想了解一下成功人士係點樣思考，咁呢本書就啱晒你啦。呢本書嘅作者係日本嘅桑原晃兒，佢本身係一位資深嘅財經記者同埋作家，研究巴菲特好多年。佢唔係就咁將巴菲特嘅生平事跡炒埋一碟就算，而係好有系統咁將巴菲特喺唔同場合講過嘅嘢、寫過嘅股東信，再結合佢嘅投資案例，提煉出一套巴菲特式嘅決策邏輯。呢本書嘅好處係佢唔會好似教科書咁死板，反而用咗好多巴菲特本人嘅說話同埋故事，將啲睇落好似好高深嘅道理講得好淺白。佢唔係教你聽日應該買邊隻股票，而係想改變你嘅思考模式，令你學識點樣釣魚，而唔係淨係等人俾啲魚你。今日我就會由書入面揀3個我覺得最緊要、最實用嘅決策邏輯同大家分享下。第一個重點就係巴菲特投資哲學嘅基石——價值投資。呢個詞好多人都聽過，但係點樣先係真正嘅價值投資呢？書入面強調，巴菲特買股票其實係買緊一間公司嘅一部分，所以佢最關心嘅唔係股價短期嘅上上落落，而係依間公司本身嘅內在價值。乜嘢係內在價值？簡單啲嚟講，就係一間公司喺佢未來嘅生命週期入面可以產生幾多現金流，再折算翻嚟今日值幾多錢。巴菲特會好似一個偵探咁樣，深入咁研究一間公司嘅財務報表、盈利能力、管理團隊、行業前景等等，去估算呢個內在價值。佢仲會用到另一個重要嘅概念，就係安全邊際啦。想象一下，你要起一條橋，條橋嘅設計容量係承重10噸嘅，但係你預計最多都係得8噸嘅車經過，咁嗰2噸嘅差額就係你嘅安全邊際。投資都係一樣，如果巴菲特估算一間公司嘅內在價值係100蚊，佢唔會喺90蚊甚至95蚊買入，佢可能會等到股價跌到60蚊、70蚊，有足夠嘅安全邊際嘅時候先出手。咁就算佢估錯咗少少，或者市場之後出現短期波動，都唔會損失慘重。書入面仲用咗好多例子，例如巴菲特早期投資美國運通，都係喺公司遇到短暫困難，股價大跌，但係佢睇到公司長遠嘅價值冇變，所以喺低位買入，最後賺到盤滿缽滿。所以巴菲特教我哋，投資唔係投機，唔係去估邊隻股票聽日會升，而係用合理甚至係低估嘅價錢去買入一盤好嘅生意。第二個巴菲特成日掛喺口邊嘅決策邏輯就係經濟護城河。呢個比喻好生動，想象一下一座中世紀嘅城堡，如果圍住佢嘅有一條好闊好深嘅護城河，咁敵人係咪好難攻打入去呢？同樣道理，一間公司如果擁有強大嘅護城河，佢就可以抵禦競爭對手嘅攻擊，保持長期嘅盈利能力同埋市場地位。咁呢啲護城河可以係啲乜嘢呢？書入面歸納咗幾種常見嘅。第一，無形資產，例如強大嘅品牌，好似可口可樂，你一諗起汽水，其實就會諗起佢啦。一啲專利，例如藥廠嘅新藥專利，或者係政府嘅特許經營權。第二，成本優勢，例如公司可以因為規模大，或者有獨特嘅生產流程，令到佢嘅成本比對手低好多，好似 Walmart 或者 Costco 咁樣。第三，轉換成本，即係客戶要由你嘅產品轉去用競爭對手嘅產品嗰陣，會付出好大嘅代價，例如時間啦、金錢或者精力，好似一啲銀行服務或者係一啲企業用嘅軟件系統。第四，網絡效應，當越多人用一個產品或者服務，呢個產品或者服務就越有價值啦，好似 Facebook、淘寶呢啲平台。巴菲特中意投資呢啲有好闊護城河嘅公司，
因為佢覺得呢啲生意模式好穩陣，唔容易俾人取代。書入面提醒我哋，評估一間公司嗰陣，唔單止要睇佢而家係賺幾多錢，仲要諗下佢嘅護城河夠唔夠闊，夠唔夠深，可唔可以抵禦未來嘅競爭。呢個對長線投資嚟講好重要。第三個，亦都係我覺得對我哋呢啲普通投資者嚟講係非常實用嘅一個決策原則，就係能力圈啦。巴菲特成日講，你唔需要成為所有行業嘅專家，但係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嘅能力範圍喺邊度，並且留喺嗰個範圍入面。意思即係話，我哋應該只係投資喺一啲自己真正理解、真正熟悉嘅行業同埋公司。點解呢？因為如果你唔明白一間公司係點賺錢，佢嘅產品有啲乜嘢競爭力，佢嘅行業前景係點，你就好難判斷佢嘅真實價值，亦都好難喺市場出現波動嘅時候保持冷靜同埋理性。你好容易會人哋講乜你就信乜，或者股價一跌你就好驚，即刻賣咗佢啦。書入面提到，巴菲特喺90年代尾科網股泡沫嗰陣，好多人都話佢脫節，唔識得投資科技股。但係巴菲特堅持唔投資喺自己唔理解嘅公司，結果成功避開咗之後嘅科網股爆破。佢寧願錯過一啲自己唔明嘅賺錢機會，都唔會貿然將資金投入喺能力圈以外嘅領域。對我哋嚟講，呢個提醒好緊要。譬如你對餐飲業好熟，或者對某個科技領域特別有研究，咁你就可以專注喺呢啲你熟悉嘅範圍度去揾投資機會。唔好見到人哋做啲乜嘢賺錢就跟風，因為你可能唔理解背後嘅風險。擴大能力圈需要時間同埋學習，但係喺未擴大之前，堅守自己嘅能力圈就係最好嘅防守啦。總括嚟講，莊園訪二呢本巴菲特決策邏輯，用咗好精煉嘅方式，幫我哋歸納咗股神多年嘅投資智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3個重點：內在價值同埋安全邊際、經濟護城河同埋能力圈，其實都係環環相扣噶。我覺得呢本書最好嘅地方，佢唔單止係講投資，更加係講緊一種做人嘅態度。例如安全邊際可以用喺人生嘅規劃，能力圈可以提醒我哋專注於自己嘅強項。如果你係投資新手，呢本書可以幫你好好咁打好自己嘅基本功。如果已經有啲經驗，重溫巴菲特嘅智慧，亦都會有新嘅體會。最重要嘅係睇完之後，嘗試將書入面嘅原則應用於自己嘅思考同埋決策上面。例如，下次你考慮買任何嘢，無論係股票定係其他嘢，都可以問下自己，呢樣嘢真正嘅價值係幾多？我有冇足夠嘅安全邊際？呢樣嘢係咪我真正了解嘅？希望呢本書嘅內容對你有所啟發啦。我哋下次見。